之後就奇異禮物，咁啊然之後咧先係再見到另外一隻文友啦，響大外檔嘅，咁啊跟住先係驚險跳躍啦，咁啊跟住就係我幫我賺，後些少咧先係見到咧迪達洛啦，就係較為後少少啦，包尾嘅馬匹咧就愛科巴嘅，咁響對轉直路轉第一彎嘅時候，我意咧就已經搶翻出嚟噶啦，咁啊上海仔啦同埋外檔啊，咁啊守住靚位保安翠，內檔嘅飛豹亦都為咗唔蝕啦，咁啊黐住內欄嘅，咁啊中間夾住啦，咁亦都見到另外希望之星啦，咁啊然之後咧大外檔啊開始有啲反應嘅就文友之後咧先係叫驚險跳躍，咁啊中間困住一站馬奇異禮物啦，跟住就快騎包咩對馬就幫我賺啊，同埋大紅點噶，專者係直路飛豹轉呃個位呃得好靚啊，咁樣內檔啊已經係賺咗啲位噶啦，咪輕一透咗出嚟噶嘛，但係呢個時候咧就隔籬拍住佢上嚟咧，咪相當之勁啦，亦都係咗希望之星，但係入邊咧亦都有隻驚險跳躍，亦都唔慢嘅，一路響內檔追緊上嚟，再後些少先去見啦迪納頓啦，咁啊呢馬噶，好啦飛豹咧應該贏多場噶啦，驚險跳躍似乎追唔到啦，響挨咗第二、第三位咧就希望之星，個中人飛豹第一、第二名驚險跳躍，第二名驚險跳躍，第三名希望之星啊，都好分喎條。